如何閱讀一本書？咁呢本書咧就係教大家點樣去閱讀一本書。咁書裏面咧將如何閱讀咧呢件事咧講到好仔細，細到咧你覺得好囉嗦嘅。咁雖然囉嗦，但係佢提到嘅啲閱讀方法啊、閱讀嘅規則咧都係好實用嘅。咁作者咧將閱讀一本書嘅方法咧分成咗4個層次，層次咧就由低到高。第一咧，閱讀嘅第一層次就係基礎閱讀，第二層次就係檢視閱讀，第3層次就係分析閱讀，第4層次就係主題閱讀。你掌握咗越高層次嘅閱讀咧，就會有越高嘅閱讀能力，亦即係咧有好強嘅理解力，去讀得明白本書裏面嘅所有嘢。咁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嘅閱讀咧，咁我哋就要開始了解下唔同嘅層次代表緊啲咩咧？咁層次嘅特性咧就係咁較高嘅層次咧，其實都包含咗較低層次嗰啲方式嘅，即係例如第一層次嘅閱讀咧，佢冇第二層次，佢唔會喺第二層次嗰度消失嘅，佢係包含咗喺第二層次裏面嘅。咁第3層次咧就包含埋第一層次同第二層次嗰種閱讀。咁第4層次咧其實就係包括晒之前提到嘅嗰3種層次。咁呢本書咧有2位作者啦，一個叫做莫提麥艾德勒，另一位咧就查理范多倫。前者咧就係呢本書嘅主要作者，佢亦都係一個美國嘅哲學家嚟嘅。咁後者咧就係一個美國嘅作家同埋編輯啦。咁佢哋就係共同出版咗《如何閱讀一本書》。另外咧，佢哋都有一齊編輯咗呢《大英百科全書》嘅。咁呢本書咧就係1940年首次出版嘅。咁直到咧1972年咧，就即係大家成為咗共同作者咧，修訂咗成為一個新嘅版本。咁而家我哋讀到嘅呢個版本咧，就係2位作者一齊寫嘅新版本。咁跟住咧，我哋會一齊睇下咧呢本書嘅重點啦，就係閱讀嗰4個層次啦，仲有2個係增進你去理解嘅方法，仲有就係第3種閱讀，即係3種閱讀書籍嘅方法。咁咧，我哋可以先去睇下呢一個閱讀嘅2種目的講起，因為呢個主題咧可以幫到你咧知道咧，其實你係咪需要去睇呢本書？即係點解你要閱讀咧？喺閱讀一本書呢本書裏面咧，作者提到閱讀咧係有2個目的嘅。第一，獲得資訊而閱讀；第二，增進理解而閱讀。咁為獲得資訊而閱讀咧，就好似我哋平時睇報紙啦、睇雜誌啦，我哋好單純咁，只係想向外界獲得最新嘅資訊。你想知道，喂，最近發生咗啲咩新聞咧？世界發生咩事咧？美國發生緊咩事咧？喂，韓國發生緊咩事咧？咁我哋就係透過報紙啊、雜誌啊，咁去人人睇得明嘅嘢，就係憑自己自身既有嘅知識就可以讀得明嘅。咁呢一個閱讀材料咧，係能夠增加我哋嘅資訊，但係佢唔能夠增加我哋嘅理解力。咁再講白啲咧，就係閱讀報紙雜誌，其實就係好似睇新聞咁，個目的咧就係向外界獲得最新嘅資訊。而你喺睇新聞嘅過程裏面咧，好輕鬆、好簡單、毫不費力嘅，因為主播咧係會用最容易明白嘅文字去讀出嚟播報俾你聽到。咁你只需要用你自身有嘅知識量咧，你就可以睇得明個新聞發生緊咩事。即係你睇新聞嘅時候咧，你好少可會睇到一啲好難理解嘅字眼，係需要你去查係咩意思嘅。咁所以咧，呢一種閱讀咧就被定義為獲得資訊而去閱讀啦。咁為增長理解而閱讀咧，就係指你閱讀嘅書佢唔好理解，即係呢本書嘅水平咧係比閱讀嘅人咧高出咗一截，而你要弄得明白書裏面作者想要表達嘅內容，咁係可以增加到咧讀者嘅理解力，同埋學到新嘢嘅。即係例如，如果你係一個心理學嘅門外漢啦，你完全冇讀過同心理學有關嘅任何材料，呢個時候咧，俾一本心理學嘅書你咧，其實你一定會睇唔明白呢本書講乜嘅。呢個就係因為咧呢本書嘅水平咧高出你一截啊，而你要花時間去弄明白呢本書咧，就係能夠增加你嘅理解力，你就成個人咧就會得到成長。咁如何閱讀一本書？呢個作者就強調啦，如果你閱讀嘅目的係為咗增進理解而閱讀咧，你就需要讀呢一本書。
如果你閱讀嘅目的咧係為咗獲得資訊而閱讀咧，咁其實你係唔需要讀呢本書。咁作者建議咧，如果你想增進閱讀能力咧，你就必須要將閱讀嘅目的設定為增進理解而閱讀。如果你所讀嘅書都係喺你能力範圍之內，你係冇辦法提升你嘅閱讀能力噶。所以咧，你必須係要閱讀超越你頭腦、超越你能力嘅書。為咗增進閱讀能力、理解力咧，我哋就必須要掌握閱讀嘅4個層次。只要你唔係文盲，只要你讀得明白中文咧，你就等於掌握咗閱讀嘅第一層次，基礎閱讀。即係通常我哋可能大概喺小學嘅時候咧，已經掌握咗第一層次啦。咁更加深入去理解基礎閱讀，就會發現佢係有4個階段嘅。第一，閱讀準備階段；第二，認字；第三，詞彙嘅增長同埋對課文嘅運用；第四，成熟嘅閱讀者。咁第一，閱讀準備階段啦，即係其實講緊你所謂嘅學前教育啊、幼稚園嗰啲學習經驗。第二，認字，即係最初級嘅讀寫能力啦，即係可能喺你大概可能小學1年班嘅時候咧，你已經開始有呢一種能力啦。第三就係詞彙嘅增長及對課文嘅運用，即係你可以好輕易咁去閱讀一啲交通嘅圖案啦，或者圖片啦嘅說明，或者你好容易可以填到一啲好簡單嘅表格。咁呢啲都係一啲可能其實小學生佢都普遍能夠有嘅能力啦。第四就係成熟嘅閱讀者，咁幾乎咧可以閱讀所有嘅讀物，即係所有嘅書都能夠讀到嘅。但係咧佢唔明白點樣超越基礎閱讀。咁你睇得呢本書，都或者你有興趣去睇呢本書咧，其實基本上你已經係行過呢4個階段嘅啦。你已經一定係肯定咧，你係掌握到閱讀嘅第一層次。但係咧，如何閱讀一本書裏面提到，有時我哋係冇辦法掌握閱讀嘅第一層次，就係讀原文書嘅時候啦。即係可能你有時讀英文書，你會有啲吃力啦，或者讀一啲唔同嘅語言嘅時候啦，即係可能好多嘅單字啊，好多嘅詞彙，你會睇唔明嘅。咁可能因為你對於呢一個語言嗰個理解就冇之前嗰4個階段提及嘅嘢。咁之後就係我哋去到閱讀嘅第2層次，檢視閱讀。檢視閱讀咧就係要求你喺有限時間裏面粗略咁睇晒成本書。點解要咁做咧？因為你可能咧唔清楚一本書係咪值得花時間去細心閱讀嘅，即係咪你真係需要讀咧？咁所以咧，我哋需要好快速咁去粗略咁睇一睇佢，亦即係咧由書中嘅基本架構去獲得初始嘅想法，去確認自己係咪真係需要花時間讀咧？因為其實有好簡單啫，一本有好書有壞書，我哋係唔需要花時間讀壞書嘅，因為呢個世界上已經有足夠多嘅好書存在啦。而一本好嘅書咧，其實佢係會值得你一讀再讀嘅。咁所以我哋係應該要攞時間咧去讀一啲真正嘅好書。咁但係我哋要辨別呢本書究竟係好書定壞書咧，我哋就會執行呢一個檢視閱讀，即係所謂略讀嘅階段啦。咁略讀咧會有6個步驟嘅。步驟1，睇一睇個封面啦。咁如果佢有序咧，你就睇序啦。步驟2，研究佢嘅目錄。步驟3，如果書裏面咧有啲索引啊、專有名詞解釋咧，你都要檢閱嘅。第4，睇下作者介紹。步驟5，揀幾個你有興趣嘅章節嚟睇先。步驟6，睇結尾啊。簡單嚟講咧，攞到本書，快速瀏覽封面啦，睇個作者序啦、目錄啦、索引啦、作者介紹啦。睇完之後咧，你就好初步咁理解到呢本書大概係講乜嘢。跟住咧，你再揀一個有興趣嘅章節，快速去睇咧。最後再睇結語。咁如何閱讀一本書？你呢6個步驟做完，基本上係就能夠知道呢本書其實係咪值得你花時間細心閱讀噶啦。如果唔值得嘅話咧，你狠心啲將本書抌埋一邊啦，唔好讀佢啦。我哋係需要保護自己嘅時間同埋專注力，用喺正確嘅地方。略讀階段完成，進入下一階段。咁呢個就係叫做粗淺嘅閱讀階段。粗淺閱讀階段咧，其實冇咩繁雜嘅步驟嘅，佢好簡單，好單純，就係快速咁將一本書由頭到尾瀏覽一次。你遇到唔明嘅地方，唔好停低諗嘢，亦都唔好查資料，淨係讀佢得噶啦，瀏覽佢，唔好停落嚟。咁樣做嘅目的咧，就係想
先令到自己對呢一本書整體嘅內容有一個初步印象，後繼再仔細閱讀、分析閱讀嘅時候，咁佢就會有助你增強你嘅理解力。具體嚟講咧，粗淺閱讀嘅時候，你對呢一本書嘅理解力係20%；喺仔細閱讀嘅時候，你對同一本書嘅理解力就會上升到50%。咁關於唔明白嘅地方，唔好停低思考、查詢資料咧嘅意思係咩咧？就係咧，我哋係為咗保持到快速嘅瀏覽嘅流暢度，因為你停咗，流暢度就下降，等於你要花更多時間。咁但係呢個階段，呢個閱讀嘅層次咧，我哋係唔需要投資咁多時間嘅，我哋去到第3層次先會用嘅。咁啊，即係有一種人，另一種人咧，就係會遇到唔明嘅地方咧，佢就會停低，直到搞得清楚明白，佢先繼續讀嘅。咁呢一類人咧，佢咁堅持嘅原因咧，都可能係我哋嘅教育所導致嘅。我哋被教育咧，就係話讀到唔明白嘅論述，上網查資料，直到你明白為止，咁樣先係乖學生。咁呢個係教科書，即係可能學校自食教我哋嘅嘢。但係喺非教科書嘅讀法咧，我哋係可以做一個壞學生嘅。好讀書不求甚解，呢個係陶淵明講嘅。不求甚解，掌握大略即可。跟住咧就係閱讀嘅第3層次，分析閱讀，指嘅咧就係要用大量嘅時間仔細咁樣去咀嚼同埋消化呢一本書，同第2層次嘅檢視閱讀咧係啱啱相反嘅。有啲書咧係可以淺嘗嘅，但有啲書咧就係要生吞佢，剝開佢層皮，煎皮拆骨，咀嚼佢，消化佢。咁你將呢一本書代入去，將呢一句說話代入去，如何閱讀一本書咧？佢指嘅就係大部分嘅書咧，都經過檢視閱讀之後咧，就會被過濾嘅。因為咧嗰啲係其實唔係你需要讀嘅書嚟嘅，就係咁冇被過濾嘅書就係少部分嘅好書，你就要用分析閱讀去細讀佢哋。好書難求，好書就好似美食一樣，你係需要品嘗佢，慢慢咀嚼佢，你先會能夠試到佢最正嘅滋味。咁分析閱讀咧就係咀嚼嘅過程，喺呢個過程咧係非常之長嘅，係4個層次裏面最長嘅一個。咁成個過程係有3個階段啦。第一就係你要知道呢一本書講緊啲乜嘢，第二就係你詮釋呢一本書嘅內容，第3就係你去評論呢一本書。喺呢3個階段裏面咧，我認為最重要同埋最有價值嘅第一階段就係你知道呢本書講緊啲乜嘢。所以咧，咁我哋只會分享第一階段嘅內容啦。咁喺呢個階段裏面咧，其實又可以再拆分為4個閱讀嘅規則嘅。咁只要你掌握呢啲規則咧，就等於100% 知道呢本書講緊啲乜嘢。規則1，知道自己係讀緊邊一類嘅書。咁你可能咧認為呢一個規則聽起嚟好奇怪喎，邊會有人知道自己讀緊邊一類型嘅書噶？咁作者咧就話喺佢嘅教學經驗裏面咧，其實真係有好多人咧讀完成本書之後咧，仲係唔知道自己讀緊邊一類書。咁所以作者咧立咗呢個規則咧係有正當嘅理由嘅，即係好似搭飛機咁啊！你搭飛機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好多睇落去咧係好基本嘅規則啦，或者警告啦。咁你會令人哋覺得，喂，呢啲唔係常識嚟嘅咩？咁但係其實呢啲規則之所以存在咧，就係因為以前真係有人唔明啊，真係搞出意外啊，所以咧佢先唔不得不明確咁去規定出嚟，以免悲劇重演。咁如果你知道自己讀緊邊一類書，咁其實當你完成咗檢視閱讀呢一個階段咧，其實你已經會知道噶啦。即係而喺呢個規則裏面咧，你能夠做得更好嘅部分咧，就係可以將呢個問題描述得更加具體。即係例如你知道自己讀緊呢個科普書嘅，咁係邊一類嘅科普咧？睡眠科普啊、運動科普啊，定係長壽科普咧？即係如果你讀緊嘅係為什麼要睡覺，咁佢就係睡眠嘅科普書啦。如果你讀緊嘅係運動改造大腦，咁佢就係運動科普書同埋大腦嘅科普書啦。如果你讀緊嘅係一個超預期壽命，咁即係佢係一個壽命嘅科普書啦。描述得越具體，就有助你做更清楚嘅分類。咁對於後繼你嘅主題閱讀咧，係好有幫助嘅。規則2，使用最簡短嘅文字去說明
成本書講緊啲乜嘢。簡單嚟講咧，就係用一句說話去表達一本書講緊啲乜嘢。例如，如果我用一句說話去表達超預期壽命呢本書係講咩嘅咧？咁呢本書就係教讀者點樣突破預期壽命嘅科普書。咁書裏面首先提到咧長壽嘅基本邏輯，最後就係提出可以實際可行嘅方法。咁至於呢句說話裏面長壽嘅基本邏輯係乜嘢，實際可行嘅方法係乜嘢，呢啲就係較細節嘅內容，你唔需要喺呢度呈現，而係咧要喺規則3嗰度呈現嘅。咁規則3咧就係列舉大綱。列舉大綱咧，即係話將成本書嘅重點列出嚟，目的咧就係令到自己能夠一眼睇得出書裏面涉及咗乜嘢主題。咁你可以將呢個規則咧諗成係畫心智圖啦，亦都係有階層、有分支嘅嗰種。例如水果可以分為甜嘅水果、酸嘅水果，而甜嘅水果嘅底下面咧，就會分為蘋果同埋香蕉；而酸嘅水果底下咧，你可以分為檸檬同埋菠蘿。咁啊，以超預期壽命為例咧，咁佢列舉個大綱就係長壽嘅基本邏輯裏面會有4個分類。第一就係啟動細胞，第二就係防止神經退化，第3就係改善心血管健康，第4就係增強肌肉。咁實際可行方法咧就係1斷食，2規律嘅運動，3充足睡眠，4情緒管理。咁呢個就係列舉大綱啦。規則4，你要確定咧作者佢想要解決嘅問題係乜嘢。即係如果你想問嘅問題同作者想解決嘅問題咧係一致嘅話，咁你一定係可以喺呢本書裏面得到滿意嘅解答嘅機率就會好高啦。一本書能夠出名就係代表佢能夠解決緊呢個世界上面某一啲問題，即係例如為什麼要睡覺就係解決你瞓得太少會點啦，同埋你點樣瞓得好嘅問題。運動改造大腦就係解決咗運動係點樣有益大腦嘅咧。咁當然啦，呢啲問題係可以再切得更加碎嘅。咁啊，即係例如運動跑步重訓係可以健康咁延長壽命。咁點樣跑步咧？點樣重訓咧？就會延伸咗一啲問題出嚟。OK， 咁最後2個階段嘅規則啦，就係詮釋一本書嘅內容同埋評論一本書。其實呢啲你好容易理解嘅就係照字面去解釋就得噶啦。即係你詮釋呢本書嘅內容啦。咁啊，即係譬如你揾到個關鍵字啦，你喺最重要嘅句子裏面，你可以揾得出呢本書嘅主旨，你知道作者嘅論述係啲乜嘢，並且咧喺佢嘅內容裏面咧揾到相關嘅敘述，揾到作者嘅解答。咁之後就係講緊評論一本書啦。咁 A 就係喂，你批評之前個禮節係咩咧？就係你已經完成咗大綱嘅架構，你已經詮釋咗成本書。咁喺呢個時候咧，你就有資格去評論啦。但係你唔好爭強好辯，唔好為咗贏而即係如果你批評咧，你要理性同埋合理嘅理由。有4種咧係反對作者嘅起手式。對於作者嘅知識不足啦，或者作者嘅知識錯誤啦，作者佢係不合邏輯啦，或者作者嘅分析同理由係唔完整嘅。OK，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會去到閱讀嘅第4層次，主題閱讀。咁主題閱讀咧，亦即係講緊咧，其實係比較閱讀啊。因為其實我哋都讀咗好多本書噶啦，即係我哋讀過咁多書。咁喺主題類似嘅書裏面咧，其實你係可以列舉出呢一啲書嘅相關處同埋相異處嘅。咁啊，雖然書裏面冇明講，但係咧，我認為主題閱讀嘅目的咧，其實就係你要成為呢一個領域嘅專家。即係你10本書其實係等於有10個顧問。咁當然，當你讀完10本書咧，其實第11位顧問就出現啦。咁所以當你淨係純粹咁睇完呢10本書，你係冇辦法成為專家嘅。你係需要統合佢哋嘅觀點，而且咧統合呢10本書嘅觀點。咁呢本書提出 A 觀點，另一本書提出 B 觀點，咁呢個時候咧，你就可以進一步咁去比較 A 同 B， 然後產出自己嘅 C 觀點。而如何閱讀一本書，佢嘅主題閱讀咧，就係教你透過2個階段、7個步驟去產生出你嘅 C 觀點。
第一階段呢個階段咧就分兩個步驟，第一就係列出書目，就係透過專家嘅建議啦、書中嘅引用咧同埋網絡嘅搜尋咧，你揾到好多本主題類似嘅書，然後咧你確定邊啲書同你感興趣嘅主題相關，你就去淘汰佢啦、篩選佢啦。呢度咧就係用上閱讀嘅層次，第二階段嘅層次就係檢視閱讀啦。咁啊，第二階段咧就係閱讀書籍啦，即係你睇本書啦。咁呢個階段咧有5個步驟嘅。第一，你要揾到相關嗰個章節啦，要留意佢嗰啲關鍵字啦。咁啊，釐清個問題，列出正反方嘅觀點同埋分析討論。第一，你揾到相關章節喺主題閱讀裏面咧，你感興趣嘅主題咧先係重點，而唔係你閱讀呢本書。咁所以咧，你先將每一本書你感興趣同埋相同主題嘅揀晒出嚟，然後直接去閱讀呢啲主題，而唔係去讀成本書。統合關鍵字就係每一位作者喺討論相同嘅議題上面，其實佢用嘅關鍵字咧可能會略有差異，所以咧你要將佢哋統合成為一個關鍵字，咁你就會更加容易去辨認噶啦。即係例如一啲關於長壽嘅書裏面咧，佢成日都會提到一個全因死亡風險呢啲關鍵字嘅，咁但係有啲作者咧就會將佢叫做整體死亡風險啦，或者綜合死亡風險啦，咁所以你就需要去將呢啲字咧統合成為一個關鍵字，即係其實佢哋講緊嘅都係同一樣嘢嚟嘅。咁第三就係釐清個問題啦，就係你諗清楚你心裏面你而家想去解決嗰個問題或者主題，列晒出嚟，然後喺呢個書裏面揾答案。列出正反方嘅觀點啦，喺尋找答案嘅過程裏面咧，你可能會發現呢位作者係支持 A 觀點，但另一位咧就支持 B 觀點。咁其實你係需要將呢啲觀點咧記錄落嚟，咁你就需要多好多時間去不斷打磨佢啦、理解佢啦，然後咧分析討論佢。當你收集咗全部觀點啦，咁你睇下邊啲觀點喺乜嘢條件下面咧先會成立，最後咧你就可以統合出一個結果。咁呢個就係屬於你嘅 C 觀點啦。咁你進行主題閱讀嘅時候咧，其實你係會越睇越快嘅，即係可能你睇第一本書你會讀係最耐嘅。咁但係當你發覺咧，其實當你個主題一樣嘅時候，其實好多時候後繼嘅書咧，佢哋談論嘅嘢咧係大致相同嘅，因為其實已經有概念嘅啦。即係其實嗰啲知識好似都係相似嘅，即係只要你睇咗某一類型嗰種類別嘅書，睇咗10本，其實你會發覺你會越睇越快，因為你淨係睇主題啊或者個標題啊。你已經知道，其實作者係跟住落嚟想講啲乜嘢啦。咁之後咧就係可以吸引到合作噶啦。即係例如咩意思咧？即係話你讀完咗幾十本呢啲咁嘅閱讀法嘅書，咁你分享出嚟，你分享出嚟之後咧，可能就會有啲唔同嘅人、唔同嘅專家，佢哋就會想同你合作噶啦。咁咧總括嚟講咧，喺進行主題閱讀嘅初嘅時候咧，其實你會覺得好痛苦啦，好有壓力啦，因為你會列咗好多本書嘅書單出嚟嘅。咁而且咧，你對呢個領域係唔熟悉嘅。咁但係當你讀完第一本之後咧，你再去讀其他本書，但係同一個主題嘅時候咧，你就會發覺你閱讀嘅速度就會倍增嘅，因為你就好似咧打通咗任督二脈咁嘅。其實主題閱讀就係呢一個意思啦。咁之後咧去到我哋講主動閱讀啦，其實主動閱讀咧就係包含咗我哋頭先講嘅每一個閱讀嘅層次。無論你係進行呢一個基礎閱讀、檢視閱讀、分析閱讀，定係主題閱讀，你都係要做到主動去閱讀嘅，因為呢個先係一個稱職嘅讀者，呢個先係會一個有自我要求嘅讀者，先係一個有辦法增加閱讀能力嘅讀者。咁如何閱讀嘅一本書裏面咧，都指出你要做到主動閱讀嘅方法咧，好簡單嘅啫，就係你喺閱讀嘅時候，你要不停咁問自己呢本書講緊啲咩咧？作者佢講緊啲咩咧？呢本書講嘅嘢，喂，有冇道理噶？呢本書喂，佢同你有咩關係先？即係例如呢本書有冇道理咧？咁盡信書不如無書，其實就係呢一個問題核心主旨啦。即係意思就係我哋讀緊書嘅時候咧，其實應該要質疑作者講嘅嘢有冇道理嘅。我哋唔可以因為咧見到嗰個書封面寫住作者係乜嘢名校畢業啊，或者佢曾經有咩豐功偉績，有咩成就，攞過咩獎，你就會信奉佢成為唯一嘅真神，覺得佢講乜都啱。我哋唔可以咁樣。我哋閱讀嘅時候咧，其實即係需要一直去質疑作者，但係
我哋就要透過主題閱讀咧，去分辨作者講嘅嘢有冇道理啦。因為你進行主題閱讀嘅時候，你係會讀好多本書噶嘛。咁當有一個作者嘅觀點喺某一個議題上面，同大部分作者都有出入，咁呢個時候咧，你就要提高警覺啦。然後你就開始喺呢個方面咧，就做查證啦、搜集資料啦，驗證一下呢一位俾大多數人反對嘅作者，佢個寫嗰啲內容係咪有問題先？咁啊，呢本書同你有咩關係？當你閱讀嘅時候，你一定要問自己，呢本書啲內容同你有乜關係？如果冇關係嘅，其實你就將本書抌埋一邊，唔好睇啦。如果有關係嘅話，你繼續閱讀佢，將呢本書嘅精華全部吸收去你個腦袋裏面。咁就係乜嘢叫做有關係先？具體嚟講呢，就係佢能夠幫到現階段嘅你，或者係可以即刻實踐嘅知識，又或者咧係可以令到工作更加順利嘅知識，又或者係可以幫助你創業嘅知識。咁呢啲書咧就係同你好有關係。咁冇關係嘅書，例如咩咧？就係譬如小說啦、啲兒童書籍啦、傳記、雜誌、漫畫，即係其實每一個人都會唔同嘅，冇關係。某程度上就係喂，你對呢樣嘢有冇興趣，而佢能唔能夠幫到現階段嘅你咧？咁啊，即係譬如現階段嘅你對於閱讀法，你有冇興趣咧？咁其實同你有關係嘅話，咁你自然就會好中意去睇啦，自然就會吸引到你睇落去。咁咧呢本書裏面其實仲提到一種閱讀方法嘅，就叫做輔助閱讀，亦即係咧藉由外力咧去令到自己讀得明白呢本書。咁最現代嘅輔助閱讀嘅例子咧就係揾 AI 將一本好難讀嘅書總結咗呢啲好容易明白嘅資訊俾你。咁 AI 就係屬於一種外力啦，一種輔助工具。咁作者喺書裏面都提到外力嘅種類咧，總共有4種嘅。第一就係相關經驗啦，第二就係其他嘅書啦，第三就係導論啦，同埋摘要啦、工具書啦等等。咁啊，如何閱讀一本書咧？其實呢本書裏面係有好多嘅知識嘅，即係你係好值得你去一睇再睇嘅一本書。只要你係一個真係有心去想更加增加你嘅閱讀能力啦，或者增加你嘅理解力啦嘅時候咧，就可以閱讀呢本書。咁呢本書其實係不容易讀嘅。唔容易去讀得到，咁但係如果你哋有興趣去花時間去增進自己讀書嘅方法，咁大家就可以揾呢本書嚟睇啦。咁啊，我哋每一日咧都會更新唔同嘅書籍，去同大家講解下啲心得或者啲感受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就可以 follow 我哋呢個 channel。咁繼續支持訂閱，多謝。